今日係2026年3月24日。咁相信呢兩日大家討論緊嘅嘢呢，就一定係溜馬車再次進入呢個青田村單挑呢個何太嘅事件啦。話說喺3月23號嘅晚上，溜馬車喺冇預警嘅情況之下呢，再次突襲青田村，就揾到正在直播嘅何太，就實行同佢再嚟一個1對1嘅單挑。咁喺單挑嘅過程裏邊呢，都有好多市民加入，所有加入嘅人都係清一色支持溜馬車嘅。最後何太選擇報警，警察嚟到溜馬車先至熄咗個直播。而何太當晚嘅直播就表示，由於黑粉實在是太多啦，咁所以佢而家唯有就 cut 咗一場直播。中午3點鐘嘅嗰場直播呢，佢而家決定唔做啦，每日呢就淨係做翻夜晚9點鐘嗰場直播嘅啫。而去到3月24號嘅晚上，的而且確佢就淨係做9點嗰場直播。喺嗰場直播嗰度，何太就表示自己已經好灰心，甚至仲話曾經有自殺嘅打算添。咁到底發生咗咩事呢？何太點解無啦啦會講到想自殺呢？係真係壓力太大啊，冇錢使啊，定係真係頂唔順溜馬車呢？又或者會唔會係有啲咩其他嘅原因呢？而面對溜馬車當晚嘅單挑同指控，何太呢兩日嘅直播到底又點樣還擊呢？又或者單挑嘅當日，何太又點樣還擊呢？眼珠搜集咗啲資料之後，今日又再同大家講解一下。喺睇條片之前呢，咁就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，之後就再俾個 like 完之後呢，如果覺得條片係 OK 嘅，就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人睇，而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。希望所有入嚟睇呢條片嘅人呢，都做足呢幾樣嘢，唔該晒大家。咁首先呢，由於何太嘅事蹟可以追溯到去2024年，咁如果大家係對佢以前嘅影片，又或者對版主以前對佢嘅評論係有興趣嘅話，咁就可以睇翻版主嘅呢個播放清單，裏邊呢起碼最少有50-60條片係關於可伯同何太嘅過去嘅。影片嘅下方嗰度呢，啲連結就擺晒喺度噶啦，有興趣嘅大家就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。咁首先呢，相信大部分有關注開溜馬車或者有關注開何太嘅人都知道3月23號嗰晚到底發生咩事噶啦。咁如果你咁啱係唔知嘅話呢，版主好快就講一講啦。話說3月23號嘅晚上，我諗大概係夜晚9點鐘左右啦，溜馬車就突然之間開咗個直播，咁就突然之間原來佢出現咗喺青田村，就表示原來已經揾到何太，何太就已經喺面前。個直播一開始嘅時候呢，就已經見到佢衝去何太嗰度質問佢，到底佢開直播嘅目的係乜嘢？又話佢嚟咗香港咁耐，一路以嚟呢都係靠香港嘅男人錢過活，到底佢有冇內疚？再者呢，溜馬車仲再次提翻何太嘅嗰個仔，疑似有精神病定係自閉症嘅嗰個。就話呢個仔呢係何太同前妻所生，咁好啦，帶咗佢嚟香港之後，而家呢又疑似掉低咗個仔唔理，自己一個人呢就晚晚走落街嗰度做直播，仲妄想呢啲係發達大計，諗住一朝發達添。咁喺溜馬車不斷追問何太嘅期間呢，其實青田村都有好多嘅市民忍唔住走上前呢，同時間質問何太，其中有一個比較年紀大嘅女士都有沿途指住何太嚟鬧嘅。然後去到青田村近商場位置，由於附近呢就多食肆同埋巴士站仔隔離，於是呢一路鬧嘅時候就吸引咗好多市民圍觀。咁大部分嘅市民除咗圍觀之外呢，仲喺度起哄，大部分呢亦都係支持溜馬車嘅，就更加有幾位市民忍唔住走上前，就拎起個電話諗住影下何太添。而去到最後警察嚟嘅時候，甚至就有青田村嘅街坊主動買水俾溜馬車，同埋走上前同溜馬車合照。咁所以呢，成件事顯而易見，就知道到底邊個先至係真係受歡迎，邊個呢就只係扮自己受歡迎，又或者俾錢請粉絲嘅啫。就好似何太為例，佢過往嘅直播呢，成日就扮話同啲街坊偶遇，跟住呢啲街坊又會走上前同佢傾偈，好好禮貌咁同佢講話啊，我中意睇你直播啊，你直播好好睇啊，哎呀你唱歌好好聽啊，你真人好靚啊。咁好啦，但係面對俾溜馬車單挑嘅時候，甚至俾啲街坊圍攻嘅時候，有冇一個真正支持過何太嘅人走上前話保護佢啊？冇，完全一個都冇。喺溜馬車嘅直播，甚至啲街坊掟翻出嚟嘅影片嗰度見到，所有人呢都係幫溜馬車嘅，冇一個人走上前幫過何太。咁所以到底何太過往直播出現嗰啲所謂忠粉寶寶，係真係有呢啲人啦，定還是係做媒啊？咁我相信大家心照啦。而更加有趣嘅係，我哋平時見何太呢喺直播度呢就嘴嚼嚼，懶係好似雄辯滔滔，識好多嘢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可以同人吹水吹一番嘅，甚至佢曾經仲揚言過呢，就話呢自己有任何官司嘅話就唔使請律師噶啦，靠佢嘅口才呢可以一個人頂10個律師添。咁但係今晚淨係面對住溜馬車一個，何太都好明顯呢就力不從心，一句說話都反駁唔到，我哋呢就俗稱呢啲叫做語塞啊。
咁佢成晚講得最多嘅嗰幾句說話呢，分別就有：你哋呢啲係搞事分子嚟噶，你哋喺度誹謗我報警噶啦，同埋你哋呢啲黑粉係收咗人錢噶。咁流馬車嘅直播呢，全場都起碼有半個鐘頭到嘅。面對住流馬車差唔多半個鐘頭嘅質問呢，何太就不斷喺度重複講呢4句說話，咁就好似錄音機咁樣樣。咁好啦，去到何太3月23號晚上嘅直播，佢直播一開始嘅時候呢，都講就話，頭先俾流馬車同佢啲黑粉滋擾啊，咁跟住呢，又喺度講啦，嗰啲黑粉呢，都係收咗人哋錢先會咁做㗎咋。咁重複又重複呢，都係話流馬車滋擾佢，黑粉係收錢做嘢，自己其實好受歡迎，自己一啲錯都冇。咁不過咁成晚嘅直播裏邊呢，相信其實何太都真係俾佢嚇窒咗，於是呢，何太就喺個直播裏邊就宣稱，就話由聽日開始，佢中午嘅直播呢就暫時會暫停，每日呢就淨係做翻夜晚9點嘅嗰次直播。咁好啦，去到今日即係3月24號，何太的而且確呢就冇做到下晝3點嘅嗰場直播，就淨係做翻夜晚9點嘅嗰場直播嘅啫。咁其實何太由尋晚到今晚嘅直播，為咗避免俾流馬車又或者佢口中嘅所謂黑粉追擊，咁就相信佢已經呢就冇好似之前咁樣圍住個青田村周街行，一路行一路做直播噶啦。取而代之嘅就係匿咗喺一啲好偏僻嘅地方度做直播。就以3月24號即係今晚嘅直播為例呢，大家喺佢個直播度呢就可以聽到有啲蟲叫，咁估計呢可能去咗啲草叢邊啊，咁甚至係青田村，甚至係嗰一帶嘅偏僻地方嗰度做直播。而我哋睇翻3月23號當晚嘅直播呢，其實何太啱啱開始直播，唔記得咗搞個背景嘅時候，大家可以喺呢張截圖度睇到。佢直播嘅地方呢，就有一幅石屎牆同埋一個石屎天花，咁估計呢，佢可能喺啲天橋底嗰度做直播。咁好啦，佢嘅直播內容呢，仍然都係千篇一律嘅，咁啊喺度讀下新聞啊，跟住呢，又讀嗰個周文強老師嘅嗰啲所謂財經理論。咁比較爆嘅消息呢，就有2個，第一呢，就係何太已經親口承認自己仍然係未收到 YouTube 嘅錢。咁其實佢喺之前嘅直播嗰度呢，就曾經有講過，其實呢，佢就開通咗盈利，不過呢，佢就仲未填翻嗰份稅務報表。咁喺呢度版住呢，就係咁意同大家講2句啦。乜嘢叫做稅務報表呢？嗱，其實由於呢 YouTube 係美國公司嚟嘅，咁就算你係邊一個國家嘅人申請一個頻道去做 YouTube 直播，然後開通咗盈利嘅話，其實所有嘅 YouTuber 喺 YouTube 第一次俾錢你之前呢，其實就要填咗一份稅務報表。嗰份稅務報表簡單啲嚟講，就係你作為一個 YouTube 嘅用家，你需要向美國政府嗰度申報你自己係一個咩人，例如住香港啊、住中國啊、住台灣啊，甚至住翻美國本土啊，諸如此類嘅。然後你有冇經常居住美國啊，又或者你喺美國有冇資產啊，等等等。咁佢就會衡量翻呢，到底 YouTube 每次出糧俾你嘅時候，你需唔需要交稅俾美國？咁其實嗰份報表呢，如果大家上網 Google 打呢個 W8BEN 嘅話，其實網上邊就大把人教呢份報表係點樣填嘅，而且仲有好多呢都係中文網頁。咁所以只要你識字，識得上 Google 搜尋嘅話，其實呢份表呢就完全唔難填嘅。咁但係至於何太識唔識得上 Google 去搜尋，又或者何太識唔識字呢？呢個就真係值得商榷啦。咁啊講多句啦，版主再順帶一提啦，版主喺尋日呢都已經收到 Google 嗰份糧啦。咁啊正如之前所講，唔係好多嘅，800零蚊啫，但係都叫有。咁啊，真係唔知阿何太到底要搞幾耐呢，先至出到佢第一份糧。而今晚嘅直播，另一個俾人關注嘅話題呢，就係何太可能已經做到心灰意冷啦，又或者發覺搞幾個月嘅直播，搞嚟搞去得個吉，直播嘅廣告費收唔到錢，所謂嘅忠粉寶寶嘅道理呢，又遲遲落唔到自己袋。咁所以何太喺今晚嘅直播度曾經有講過2句說話嘅，佢就話一係呢就收到錢之前呢，就唔再搞直播，不過呢，佢自己都知呢，如果再唔搞直播嘅話呢，其實就真係餓死噶啦。而同時間佢又更加話呢，做直播呢都已經做到好攰啊，心灰意冷啊，日日俾啲黑粉攻擊啊，曾經呢都有諗過了結自己嘅生命，走去自殺添。咁不過呢2個 point 講翻轉頭呢，其實都係無稽嘅。其實嗰啲所謂黑粉多壓力大呢啲呢，全部都係何太自己攞嚟嘅。大家試諗下，佢嘅直播呢，成日做下就俾人打電話，等佢嘅直播呢唔可以順利做落去，跟住何太就話，又俾啲黑粉滋擾啦。但係其實每一次呢，都係何太自爆，將自己個電話號碼擺出嚟，而且何太嘅好幾個直播呢，都已經寫咗自己嘅電話號碼上去添。咁所以你話咩俾黑粉滋擾壓力大，講到自己好可憐，甚至話想自殺呢，其實坦白講都係咎由自取嘅。就好似版主為例，版主純粹都係想做下 YouTube， 拍下片，做下評論，表達多啲自己嘅意見。
咁但係版主就從來冇諗過要賺一嚿好大嘅錢，咁所以呢，從來都冇諗過話擺個電話號碼出嚟，就話要收轉數快叫人捐款啊嗰啲嘅。如果有睇開版主直播呢，版主成日都講噶啦，版主從來就唔需要大家捐款俾自己嘅。呢個頻道呢，就更加冇嗰啲咩收費會員制度添，你中意嚟睇就睇，你唔中意睇嘅下條片隨時可以唔嚟睇。大家中意嘅話呢，上嚟俾個 like 留個言或者 share 版主條片出嚟呢，就夠噶啦。版主從來呢，就唔會要大家呢俾額外嘅金錢去睇版主嘅。咁但係反觀何太呢，又貪錢，跟住又要擺自己個電話出嚟俾人過轉數快，咁啊為咗做直播，晚晚呢自己喺條街嗰度流連。難聽啲講句，你自己俾晒機會啲黑粉去搞你，跟住呢就話真係俾人搞啦，跟住又去怨人啦。咁但係所有嘢呢，其實都係自己攞嚟嘅，你怪得邊個呢？咁至於佢話咯，喂，等收到錢之後先再開始做翻直播啦，其實就唔係話唔得嘅。咁不過假設如果何太4月21號收到 YouTube 份糧，佢先至再開始做直播咁計嘅話，咁即係話成個3月下旬去到4月中旬呢，何太就全部都唔做直播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呢，5月嘅時候何太喺4月嘅直播呢，就未必有錢可以俾佢收到啦。咁到時結果都係一樣嘅啫，就係4月可能勉強收到嚿錢，跟住5月呢又冇錢使，跟住呢佢冇錢使嘅時候呢，又會話不如呢等下次收到錢嘅時候呢，我又先再出嚟直播啦。咁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呢，最後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，你收唔到錢就唔直播，但係你唔直播呢，又更加收唔到錢。但係佢直播嘅話呢，又驚俾人滋擾喎。咁到底佢係應該要直播啊，定係唔應該要直播啊？定還是其實佢係唔應該再留喺呢個 YouTube 呢？咁其實如果今次佢真係打算減少直播嘅話呢，相信呢個問題佢又真係可以攝高枕頭慢慢去思考下啦。咁好啦，版主嘅評論呢，今日又嚟到呢一度，咁唔知大家點樣睇佢同流馬車嘅對決呢？咁大家覺得流馬車嘅表現好啲啊，定係何太嘅表現好啲呢？而大家又點樣睇佢嗰個黑粉，總之就係收錢嘅理論呢？又或者大家覺得佢想講自殺，係咪真係想自殺呢？定還是純粹博取人哋嘅同情呢？不妨留言講低大家嘅睇法啦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我係講得好嘅，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！